台东太麻里的乡南国小今年9月要转型，改做公办民营的实验小学。不过当地有一寡家长是真反对，认为时间伤赶，而且嘛惊这实验教育未来是较歹接各种的课程。透早就有30外个家长去县府抗议，若承办的公益平台是已经发声明啊，宣布这转型计划会先暂停。 30个乡南国小的家长提抗议的布条啊，去台东县政府头前抗议，因为县府甲公益平台、军医教育基金会，还有当地낮人学校要推动原住民地区的乡南国小转型做公办民营的实验国小，照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委托私人办理实验教育条例，只要得到1/2学区内底原住民成人的同意，就会当进行实验教育的规划。 造成族群的对立，而且伫公听会对课程的规划嘛无法度说服家长。家长要求爱结束黑箱作业转型的计划，交定证书给县府。那未来的师资竟然是公办民营，跟军医的体系截然不同。那现有的老师他要怎么去执行你军医的课程架构？目前到现在为止，其实并没有做任何的决定，我们还是一样的尊重家长的教育选择权，这个是。 要接乡南国小转型的公益平台，20已经发声明表示，因为造成村民甲家长意见无同，会无限期暂缓转型的计划。对于未来，我们现在目前就只有想要继续针对师资的培育工作好好的努力。那目前没有其他进一步的规划。 公益平台指出，乡南国小转型才打进入头一个评估流程甲公听会，也未到实际经营计划阶段。不过家长也无共识，会阁等待，无预定的时间表。不过公益平台强调讲，少子化对偏乡教育的冲击会持续增加。未来只要有偏乡地区主动提出合作的意愿，要是会提供多元的教育服务。记者综合报道。